喺郵輪第3日嘅一早，我哋就嚟到越南嘅下龍灣。越南嘅時間比北京要遲1個鐘，船上所有嘅通知都係用北京時間，所以記得要校返個鐘啊。下龍灣今日嘅天氣好好，所以我趕快起身去到甲板嗰度欣賞越南嘅風景。離遠只係見到少少海岸線，所以我把握機會快啲去食早餐。食完早餐之後，已經入到下龍灣啦。沿路會見到聳立住好多大大細細嘅岩島，所以呢度有海上桂林嘅美譽。我哋喺下龍灣只係逗留幾個鐘頭，今晚6點半之前就要上返船。辦好簽證之後，我哋可以上岸。我哋有幾個選擇，一係自由行，一係就參加一啲旅行團。旅行團分2個路線，一係就海上遊，一係就陸上遊。海上遊大概300蚊人民幣，要過幾次船，其中包括快艇添。我唔熟水性，而且喺船上邊已經幾日，所以想腳踏實地，想睇下越南當地嘅風土人情，所以就參加咗一個陸上遊。呢個陸上遊每人人民幣200零幾蚊，終於都靠岸啦。喺船上邊集合咗各個團嘅團員之後，邊組集齊人就邊組可以出發，大家排住隊咁樣登岸。入境越南嘅手續，旅遊公司會幫我哋搞。我哋喺香港登船嘅時候已經收起咗我哋嘅護照，船公司應該已經幫我哋辦理好手續。喺到達越南嘅前一晚，船公司會派發呢啲入境卡俾我哋，我哋按照樣板咁樣填寫，唔可以塗改㗎。如果填寫錯咗，就要用2蚊美金嚟到再買一張。我哋憑房卡、護照副本同埋呢一張入境卡去到辦理手續。喺入境卡上邊吸咗一個 chop，跟住就要刷房卡離船。護照繼續由船公司代為保管。可能知道船上邊大多數都係中國人，所以歡迎儀式都好中國化㗎。各個團集合好人數之後，就會上呢啲旅遊巴。旅遊巴都相當新淨㗎，不過可能太新，裡面都會聞到一陣新車嘅味道。我哋參加嘅呢一個陸上遊會帶我哋參觀幾個景點，仲會包中午一餐飯，所以基本上都唔需要用錢。導遊建議我哋唔需要換咁多錢，佢話最多用嚟買少少手信同埋水果，但因為啲水果唔可以帶返上船，只可以買少少喺當地試下就算啦。我哋用300蚊人民幣向導遊換咗一啲越南盾，300蚊就可以換到100萬啦，突然間變咗百萬富翁添。我哋先去咗2個景點，包括下龍壁畫同埋音樂沙灘。沙灘嗰度本來有一個免費嘅洗手間，嗰日咁啱又冇開，好彩都可以去嗰度嘅咖啡館借用一下。去完呢2個景點，我哋就去咗食午飯啦。餐飯其實都唔錯㗎，你睇下，有魚有菜有肉，仲有海鮮同埋湯添，味道都唔錯。食飽飯之後就繼續我哋嘅行程。佢帶咗我哋去龍仙寺，唔入去寺嘅話就可以喺附近嘅民生區行一行。嗰度仲有一個街市，可以買一啲生果。我哋用7萬蚊買咗一袋金，之後就帶咗我哋去博物館。呢個博物館要收入場費㗎，不過團費裏邊就包咗嘅。3層嘅博物館，我哋行咗一陣間，跟住就帶咗我哋去一個商場。我哋去咗裏面一間超市，叫做買少少當地嘅特產啦。見到有好多當地嘅食品，不過驚住唔可以帶返上船，所以只係買咗一啲越南咖啡同埋椰子糖，咁就用晒100萬越南盾啦。離開商場之後就車返我哋返去郵輪啦。我哋係朝早10點鐘左右上岸，夜晚6點半之前要返上船。如果唔想跟團，你可以自己自由行。喺出發之前自己揾定想去嘅景點，預先做好攻略，例如坐下呢啲纜車，食下當地嘅美食，咁就更加自由自在。不過一定要掌握好時間，因為船唔等人啊嘛。好快就黃昏啦，喺日落之前我哋返上郵輪，同樣要檢查行李同埋出示房卡。上返船之後就喺船上邊食晚餐，晚上繼續參加船上邊嘅活動，例如睇下戲、唱下歌、跳下舞等等。離開下龍灣之後，郵輪就開始回航，經過番瓊州海峽返去香港上岸。